大家好，我是健健好运者，今年13岁，国中1年生。我爸爸全台湾喜了，我哥金钟奖。大家好，我是侯聪明，今半年我带点奶奶去新竹了。滑板，这个你就知道了。发板，发板，不是滑板呐，发板呐。发板，我是吗？很 Q， 很 Q， 很好吃哦。哇，这么小啊哈？哦，这比你刚更小哎。对呀。小老佩，快，哎，你没有喊呢？有我。萧菜头，什么萧菜头啦？小老佩，今年祝你66大顺，刚好是这个感觉，吉祥如意嘛。你的66大顺让爸爸人生也着色了，好，恭喜我。嗨。一般咧，2隻牙鐵白淡凸出來了哈。哦，这我们不是第一次吧？不是第一次。哦，我们2个常常有时候会，比如说约了，2人骑脚踏车出去玩啊，去哪里晃一晃、逛一逛。跟爸爸，我觉得，因为我们2个都是男生嘛，意见就比较不会差到哪。我们就是反正有什么就聊什么，然后出去要吃什么，我们就很随性。但4个人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热闹吧。对呀，比较热闹一点。啊，2个人我们有时候聊到，哎，突然2个人眼睛互相看一下，冷场。準備好了。準備好了。準備好了。对呀。準備好。這個，那我們就出發了。出發了。好，走。Ken， 我跟你说哦，我们现在来这边啊，以前你没有来过，对不对？找了一个老师，他很厉害。哎，没，先生你好。侯昌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奶奶。哦，很斯文哦。好，我们今天是来学后哈嘎发。哎，后哈发。哎，但是哦，这个我们不是说要附近走走看看，结果你带我们来这里，怎么来庙？你啊，迄太保橋。哦。迄係條關係嘅信仰中心。一般嚟講，你廟在啲會發，嘅附近咧。農家會來啲會賣菜，會出來賣菜，所以等下會突來市場。哦，這樣子啊，看一下市集都是跟着廟。錯，哎，你談的是客家哦，我家全部講客家呢。我們湯姆斯啦，是慢慢來。哎，你湯姆斯你還會講啊？哎，那你還不錯啊。還不錯。我怎麼不知道你有這個潛力啊？唐凱斯是什麼？懂，慢聽得懂。聽得懂。哎呦，啊，湯姆斯聽不懂。唐凱斯聽不懂。他們他亂了。來。我的阿嬷是客家人，美濃那一邊，然後但是阿公又不是客家人，所以變成一直到我媽媽到我這邊來，大概就1/4了。其實我會學的客家話，說實話，跟我阿嬷跟我媽媽一點關聯都沒有，因為阿嬷她在跟我們互動的時候啊，她也不講客家話，所以在我這一代哈，我們客家話都幾乎不會。那我的客家話是到後來，我心裡想說，哎。
我们这个有1/4的血统哦，你说不会个1、2句哦，这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交代不过去。所以后来我是自己稍微去听人家怎么讲，学一下，然后就请教人家，比如说哎呀，我是侯昌明怎么说啊？你看还有琼明啊，姜丝炒大肠啊，恐席炒太葱啊，蒲菜虫啊，好，然后停车场停茶虫啊，是不是？然后董后生啊，董后林吗？哦，就有些像这种词，我们就慢慢去抓一下，去学一点，学一点。东旧的懂历史啊，要用旁边嘿。哎，我有看到，你光看上面啊，这就哈嘎的吻发啊，这个花布、杂布，这个很厉害。然后这是老建筑哎，老建筑啊，这个拆掉的话，就是一个古建筑啊，那拱门啊，底下还有木头的梁啊，对不对？哦，你看，板嘛，哈嘎板。哈嘎板，哈嘎板就是过年会摆出来的东西吗？哎，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过年嘛，对不对？是很多种。对，这个是客家文化，他们在吃的时候，这是道地的客家美食。我还真的没有想到，没有心理预期哦，有这么多的板，你知道？哇，这个板每一种颜色啦、口味啦，这么多样化，哎，真的很棒。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兄弟啊，哦，有这个我看过，对，啊，这个你就知道了，发板，不是滑板呐，发板呐，兄弟啊哈，捏板，艾草，艾草，那这个是什么？这碎板，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是客家的布丁啊，用红糖、葡萄去弄啊，这样搞出来，你还甜埋，你还咸埋，但我标有菜布，到个葱花个，对，这个红色的嘞，红条板，红条板，要标到T tail，就花生，没有这个片，反条，这个时候请尝啊。这个看到有可以试吃的，我觉得那对嘛？哎呀，一直听你讲，我们就看着这个流口水。试试看，这个长得像花生糖有点对，有没有？它里面那就是花生嘛。凤条，红豆，凤条板，哎，很好吃哎。这个也很有名。哦，对，客家萝卜糕，菜头板，菜头。猜板是谁？请老板念出摊位上板池名称，我们要 PK 啊！没有。我们这个答对谁比较多，老板会招待我们想吃的板池一项哎。我已经知道我想吃什么了，我想吃糍粑。哦，发瓣，这个来。碎瓣，我刚记得是这个，我也记得是这个。哎，怎么这么巧？我差不多快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先讲，你记得吗？这个我真的忘记了。那我要讲喽，萝卜糕。我是这样记的，因为它是要吹嘛，对，要吹熟，所以它就是吹条板，对不对？爱拌，爱拌，你是不是叫爱拌？捏板，
捏板。捏板。哎呦，你哎呦！哎，那这样子我们平手啦。还有一张决胜负题，关键，来，潜水板，1、2、3，踏，有没有人答对？都不对啊。客家布丁。啊？这个？哎，对。哎，这不是碎瓣吗？啊，甜水，甜的碎瓣呐。啊，甜怎么说？甜碎瓣。那咸的碎瓣，鹹碎瓣。那我们两个谁赢呢？弟弟赢。为什么？我们用糖的捏板。所以他可以得到奖品。不好意思哦。还好是那种哎，好吃呢，好多的。哦哟，这个是什么？蜜果。甜蜜果。一款咧舌頭。哦。跟住客家應該水嘅煎肉嗰邊帶到嘅線落喺嘅地方。哦。好吃嗎？很 Q， 很 Q， 很好吃哦。哦。你们这不懂得孝顺呢哦，他都不会想说爸爸你要不要吃一口哎，他没有问呢。哦，那你要不要吃一口？要啊。哦，真的好吃哎。好吃，这真的好吃啊。它不会太甜，对，Q度很好。哦，这好好吃哎。等下你不是只有4吃？预备起。大家好，抬架好，预备，镇定，keep low， 镇定，预备起。大家好，我是健健好运者，好运者，大家好，好运者。真的好吃哎，好吃，这真的好吃了。它不会太甜，Q度很好。哦，这好好吃哎。等下你不是只有4吃？買突然來看嘅豆腐，做豆腐啊，關西嘅豆腐哈，水因為水質好，做這個豆腐好好吃。哦，水質特別好啊。陳太太，陳太太。啊，你好。你好。哦，这个豆腐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不太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很棒，传统的板豆腐。板豆腐要怎么说？板豆腐啊。板豆腐，这个是白的，那这边为什么是黑的？那是黑豆。黑豆。哦，黑豆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长干啦。薄的长的豆干。那这个怎么煮嘞？这个看你要客家小炒啊，还是客家小炒。哦。客家。哦。做板干可能做泥板，你全部都不用了。这个是筛子，对不对？哦。企业，叫筛子，这个就是很古早哦，大家都是用这个在装东西。还一种，还有一种啊，还一种，那种磨卵，有点差不多。哦，太，很咩，然后你留着稀碎，对，这种啊装，你要切板，可以用到的。也留糖，
係賣鹹豬肉，哦，鹹豬肉啊，鹹豬肉，哦呦，客家鹹豬肉，哎，老板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哦，这个超好吃的哎，这个用烤的是吧？是都用烤的，用烤的，啊，用烤的，它是表面是有点酥酥的，是，对，是凉哎，是凉哎 ，NDIVA 咸臭，哦，仙草啊，鮮臭茶，試試看，哎，我这个關西仙草就是最有名的啦，哎，好，哦，開解佢豬肉，可以嗎？对，可以嗎？对，谢谢，可以哦，这个牙签是 OK，哎，牙签 OK，你看涼是涼，哎，我吃到它旁边皮是那个烤的酥酥的这样子，咸猪肉怎么说？鹹豬肉，鹹豬肉，鹹豬肉，牛，鹹豬牛，哎，好好吃哦。哦，然后再配仙草茶，哎，仙草茶怎么说？咸臭茶，咸臭茶，哎，咸臭茶，鹹豬牛，哎，哦，两个绝配，哦好香，可以再吃一口吗？对。知道你主持很多节目，你也到处都跑透了。对，但是我想问你啊，这客家咸猪肉啊，最原始的做法是怎么做？是不是它也是用盐下去腌而已？用盐腌，然后它没有完全熟，因为盐腌久了之后，肉自然就会熟化嘛，直接就可以吃。真正的这个答案呢，就是说过年节的时候呢，对，我们就是会准备那个瓮。用瓮呢，然后用盐巴，早期没有细盐，就粗盐。对，用粗盐撒在那个肉一层一层把它撒上去。对，好，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腌制的一个方法。那个就是咸猪肉。对，咸猪肉。然后，但是呢，它会有一个，就是因为腌了，因为没有冰箱嘛，所以那个天气产生，它会有一种那个味道。对，就是啊，那种发酵臭，那种有点像臭风的味道。对。至少腌好之后呢，我们客家人怎么吃它呢？就是呢，会用穿烫熟了之后，再切片，然后沾什么？沾蒜泥、醋来吃。哦，是这样子。是，对。然后后来是慢慢在演变了，你才会加香料，才去烤。哎，他講完就按酒香過了。哎呦，古早以前的味道啦。對。但是好懷念嗰種味道。懷念那個味道。對。哦，我觉得客家市场大概是我看过台湾的菜市场里面最有特色。应该说，你走进去不只是在买你生活必须的柴米油酱醋茶，它背后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抬头一看，哎呦，它的屋檐、它的拱门，哦，它整个所呈现的历史，我觉得那是很不得了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棒的是，哈嘎宁好，大家都热情啊，然后一来就好像跟老板娘之间，大家好像是长久的好朋友，我真的感觉非常好。东西都很古老，然后东西很多不一样的吃的，是客家的小吃的东西，所以让我觉得印象深刻。那今天要来之前就满心期待说，哎呦耶，可以吃，可以吃，太好了，我最爱吃。昌明，嘿，你知道关西有名的是什么吗？关西有名当然是仙草啊。除了仙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没有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在南部有白玉萝卜，在北部你为什么会笑场呢？白玉萝卜我知道，白玉萝卜我阿婆啊在米农那边就是产地，特别好吃。对，在关西我们这边也有萝卜，不只有萝卜，我们还要举办萝卜节。有这件事情？是，所以等一下你还要跟我一起组队去比赛拔萝卜。昌明，我是叫我自己。昌明，你真的要跟你一起参加比赛吗？对。要。笑出来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两个真的就去拔萝卜喽。好，好，走。沙敏，嘿，这是糖美记。塔姆记，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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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游戏规则都是由唐美基跟我们讲的。哦，那要麻烦您了。哎，你看哦，人家大家都这样子，哇，整笼萝卜这样拔着就带走嘞。我哋会规定是50落来绑哦，10分钟50，你啊2笼做成本一绑转一。等一下，2笼啊，很多啊。很多。那这样子我就要再召集人马啦。我们现在才3个人嘛，你一起来嘛。对呀。那我们就准备来拔萝卜啦。好，来。按少量少用个啥？好，我们排队。好，现在5个成员已经到齐了，对不对？对。对，倒数1、 6、 3、4、哈咖喱，哈咖喱，试拔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哦。嘿嘿。按坐在。你要看哦。好。看模。看怎么拔哦。好，你看它这样就起来了。最新鲜的萝卜有没有？哦。你买了唔系介太脆头，你较甜。按照种成萝卜。种成萝卜，这是新品种对不对？哦，新品种。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来拔喽。10分钟对不对？好。好。预备，开始。好，来快。哎呦，哇，这么小啊哈？哦，这比你刚更小哎。对呀。因为你唔系介太脆头，所以较细条。哎，你看这条按太条哎，你看。哇，好大条。这条按太条哈。好大。哦，这比较大。对。它太条。因为啊，那个时间上，大姐说10分钟，然后10分钟我又很怕说，哇，整条萝卜田那么大，你没有赶快拔不完，心整个慌起来，然后所以呢，从头到尾你看到我都没在讲话。30秒，这么快？腰很酸。腰酸哦。哎，腰酸你就知道人家农民多辛苦，对不对？就是要来体验呐。在南部也有萝卜哦，在这里也有萝卜，有这件事，而且还有举办了，哎，不只有萝卜，还有举办了萝卜节，这么厉害，所以呢，你要带我去看吗？你要说我还跟你组队参加。像这个裂开的，裂开的怎么办？该是fight的是做唔得了，该做唔得 solo。那我们就丢在旁边当那个肥料啦。肥料哦。啊，这种呢，一点白白这个。其实你要皮泡才做的啦，啊，也丢掉啊。这一个嘞，这边也稍微一点点。对啊。这个才像一点点，这个也要丢掉。这样子吼，这一颗最厉害。对，这颗好大颗哦。哎，所以你看哦，我们这样子带你下来，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拔萝卜，你就知道，不是说种了就可以采收哎。
对不对？有很多会坏掉的啊。来，那我们把它抬走啦，来。5个萝卜在面前，每一个人就是每一队抬好棒次之后，一个人1条萝卜削完，交给下一个人，轮流接力，完成最快的就获胜嘛。对，好，可以哈。我给你20斤萝卜。好，就给20斤萝卜。你们要先派谁？派我。派你呀！哎呀，派你，那你来就可以了啦。哎，我不会削哎。啊，你不会削？啊，对哈，我儿子从来没削过萝卜。其实我们是亲子，然后一起在挑战要削萝卜皮啦、拔萝卜什么这些过程嘛。但是主办单位的主持人突然麦克风就丢给我了，我也没有心理预期啊。阿姨拿到，那现场一堆观众围在那边看嘛，不晓得是不是一种职业病。拿到麦克风，我就觉得突然我忘了我是爸爸，我的角色抽离掉了，你知道？但是还蛮好玩的啦，其实蛮好玩的。预备，第一棒就位。预备。开始！快！哎，你的动作完全没有在让熟女哎，我们看一下人家的美貌一下，你对，哎，我们不错哎，动作很快，要看一下，不要削到手啊。可以了，第二棒，要喊哈，来，快，要下，好，快，哎，不能，那个皮还一大块呢。好，来，好，哦，昨天没睡好哦，声音有点哑。哇，哎呦你，可以没有？可以啊，来，肖老佩，拿。哎，你看那边。肖老佩，快！哎，你没有喊呢？有，肖菜头。什么肖菜头啊？肖老佩，不是啦，你刚刚喊什么的？肖菜头。聊一下嘛，来，就升几个孩子。一个。哎，小心刮到手了，就危险啦。没问题。你是好了没有哈？好，快，下一棒。快！啊，老婆在哪里呀？老婆今天没来哦。没有来，你怎么自己来呢？没问题。肖老佩，你这平常在做什么？怎么烧那么快啊？萝卜节是我在那边可以用玩的方法，然后也可以学习到要怎么采萝卜，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去种那个，也知道怎么去拔萝卜，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的学习方法。大家早啊！我们今天第2天，爸爸带你来这里，要再认识一下我们这在关西又有不同的东西。你现在回头看一下，整片
你好像没看过番茄园，对不对？没有。关西这边的番茄那个产量之大，品质之好，所以你在北台湾你可以看到番茄哦，大概80%几乎都是这边会出去哦。哦，我请到一个真正在种植的达人，番茄林志玲，来欢迎我们大姐出场，来。哦哟，哎呦哇！那番茄好不好照顾？好照顾哦。不好照顾。嘿，你看，你种嘛用点难哦，因为我们都要离地栽培。对。离地栽培的话，它是那个泥土我们每年都要换新土。对。换新的。换进口的那个泥炭土哇，还要进口哦。对。因为这样子它才不会产生病虫害。你种了1年以后，它容易得青菇病啊什么的，有粉虱那一类的。我们就每1年都要把泥土淘汰。哇，那如果得了那个病，那整个番茄整株就不能用，就没有用了。不是整株哦，整片。整片啊！现在这样子就不会了，比较好，比较好一些。它是一篮一篮这样装。对。这一个像这样一篮哦，只要有一个病虫害在这一篮，那是不是把这一篮拿掉就好了？比较不会害到其他的番茄，对，其他番茄，这样子就比较不会传染过去，比较简单。这样子的种法有没有一个什么名称啊？因为我们用篮子，还有泥炭土或野砖，所以叫做篮根栽培。哦，篮根栽培，这就是智慧啊。昌明哥，我们现在要来跟弟弟采番茄。对，采番茄。我就等这个。采哪里？没错。但是等一下，我们现在要来一个物产知识大对决哦。大对决。太推荐我现在要采番茄之前，我要先考弟弟还有爸爸的问题。对的，我们就可以采番茄；输的就要在旁边喝个水纳个凉这样子。我发现你在制造亲子中间的分裂。今天的奖品就是您采的番茄，我们都让您带回去。带回去？是的，就让您带回家。我整片采光哦。没问题，您带得走的，您采得下来带得走的，我们就让。很大方这个问题就是走马街摘头马豆都唔得用剪呢。好像是剪了之后，它的那个茎啊，长番茄的那一根，因为它还是会慢慢在开花结果嘛。剪了之后，它好像就会破坏它的一个结构，以后它那边就整个就坏掉。哔哔，错，换弟弟，跟病虫害有关。好，等一下，你刚刚已经答过了来换弟弟。就是如果剪一颗有病虫害，那病虫害染在剪刀上，你再剪别颗，怕再传染到别颗。对，怕这个没错，所以我们只能用手采。那等一下可不可以现采现吃？当然可以啊。你等不及哦。对，这里有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我们放置天敌然后让它去吃害虫所以我们就把害虫吃掉之后，就是我们就不用使用农药了那请您那个怎么样？我们现在等一下要采个让弟弟体验一下采个番茄的。现在您说的算客气啦。他就说，爸爸，你可以闪一边，你可以滚出去了。先恭喜你得胜，谢谢。好，那我现在要教你怎么采番茄。OK， 好。采番茄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在像关节一样的地方请你用手去折它。对，用折它。对，那我示范一次你看这里有一个关节的地方。对。那我们一折，它就下来了。对，请您不要用扯的一扯它会番茄伤害整株嘛。是的，它容易断掉。OK。好，那你来可以试试看，采一下。折向这个关节的地方嘛。是的。然后下来，就下来了。没错。我采完了。结束了。我知道你比赛输了，是不能拿到的，可是我还是送你2颗。哎呦，只有2颗。你这样第一次体验还好吗？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玩的。蛮好玩
对啊，因为这些你可以增长见闻啊。第一次体验，觉得还不错，还蛮好的。这个不是在苗栗比较多吗？是的。那为什么关西这边也会有这样草莓？对吼。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也是比较偏冷，对，所以冬天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那草莓它只要温度低，它到达一定的生长环境，它就可以种了。像内湖，天气冷的时候，它也有人在种。哦，内湖的山上。是的，对不对？所以人家草莓他说是冬季的水果，大概到11月下旬。12月初就开始出来了，开始采收了，就采收了，采收到几月？采收可以到4月、5月。4、5月，哇，那得快要半年了。对 ，juicy，CQ，是排 C， 不用，不好意思，是排 C。5、4、3、2。我刚忘了什么问题啊？我刚问什么？啊，对，不好意思。可以到4月、5月。4、5月，哇，那得快要半年了。对，昌明哥来，你看一下您的左手边哦，你看一下左手边。我这很漂亮，你看这个红色，哎，发亮哎。这个是我们的香水草莓。香水草莓怎样？香啊，闻起来会有香水的味道。哎呦，你可以闻闻看，哦，哎，香哎。哎，真的。像这种香水草莓，它的特性是比较硬。那它比较吃起来口感比较脆一点。那你都这样讲了，这个哦，没问题。来，你小心哦，你不要这个草莓折一下，你就抓烂了就没辙了哦。快点，哦，这个，你先吃。哦，你怎么对啊？哦，好甜哦。哎，真的是比较 Q， 比较脆。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合乎台湾人的口味，它是牛奶的香气。哎，它这个好像比较小粒一点点哦。哎，真的哎，牛奶味很重。来，摘。哦，小颗的也有味道哦。小颗也有味道。够成熟的。哦，真的不一样哎。刚刚的香水草莓，它比较 Q， 对，比较脆。这个比较口感比较有点吻合我们一般大家吃到草莓的口感。对，比较绵。爸，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吃到这个客家猪脚？哇，很久，那个当时吃的时候是云子回味耶。对，所以我特地叫这个制作单位帮你找到这家店，真的假的？品尝一下这个。这个是特地准备好的。对。哎，我跟你讲，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爱吃客家猪脚吗？为什么？因为客家猪脚它有分不同的做法，其中呢，像这一个猪脚哦，哎呀，它是卤了再炸。卤了再炸。你待会一起跟我吃吃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爸爸会很喜欢吃这个哦。那旁边这位就是你特地找到餐厅的大哥。对。哎呦，老板，哎呀，谢谢。特别帮你调味，这个跟以往做法又有点不一样。不一样是吧？对。哇，什么宁啊？因为这个是因为我特别用那个我们的海梨干，有没有？我们这边盛产海梨干啊，用海梨干的那个制作成酵素，然后加上酵素一起去卤，哎呦，这味道特别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边吃边聊，可以哈。因为这个东西冷了吼，就不好吃。哦，我先切一块，好，然后你吃吃看，好。然后这个一定要带一点皮，怎么样？脆脆的，然后卤味很香。哦，我今天真的是拜儿子所赐，你知道吗？
10几年前出外景吃到了一个客家猪脚，也是这么大，也是先卤再炸。然后呢，那一口下去，我惊艳的那个心理的冲击，因为外表酥，里面嫩，猪脚的汁液保留在肉里面，我一直在这10几年里面忘不掉。然后再怎么去寻觅很多的餐厅，想说，他有卖猪脚，我就点来吃吃看，始终找不到那个感觉，没有。但今天我吃到了，哇，好感动哦！这个菊叶粉肠嘛哈，菊叶是荆棘树的那个叶子。对。如果说以看哦，第一没看过这道菜，第一次看到这个菜的人会想说啊，怎么吃的那么差？他们叫我很叶子。但是一般人他不懂，他不会吃叶子。不懂，你咬咬看。荆棘的香味会跑出来了，但是呢，又带有一点点叶子本身的一点点小小的苦。好苦啊！不太习惯哈，越咬后面它会跑出来。对，但它那个苦，如果你稍微忍一下过去吞了之后，它会变成回甘。没有，你跟那个粉肠吃下去就不苦。哦，那粉肠是什么？粉肠是猪的一个肠子。爸爸吃给你看哦，看哦，这样吃下去。叶子的苦味不见，对，没错。不要怕，不要看，好来，你咬咬看。很奇怪，它粉肠，它会把它的那个苦就带掉，是不是？就变很香了。粉窗，对不对？菊叶怎么说？叶的让，叶的让，叶的让，叶的让。怎么感觉你好像念英文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罗菜布。罗菜布，多少年呐？这个菜脯？这个已经超过30年。超过30年？哦 ，Ken， 今天我们赚到了，我跟你讲，你在外面要吃到一个超过30年老菜脯汤哦，很难，很难，真的。它有一种老陈的香味，很难形容的具体。那你那个老菜脯啊，你是自己收藏的吧？哦，对，老菜脯好像就这个，对，这几年了？这个已经超过50年。超过50年？对，没错。他比我还早出生哦。没错。你也差不多。哇，真的是很难得哎，这个哦，真的，好香哎，老板，我知道你的意思，那这一瓶就送你喽。真的假的啊？真的啊。你是认真的？认真的啦，你难得来到这边就是送你。这一罐超过50年哦。没错。我带着我不会回头哦。我当然知道啊。这个我真的不会客气耶。没关系啊，就送你。就送我？对，真的。都是你的功劳。阿爸好，你好。这个就是海梨干吗？海梨干再说一次，海梨干。海梨干，那你这整片都是你种的？对。哇，这个好种吗？这个以前是刻苦耐劳的，这个种是不大好种的，但是不大好种啊。对，不大好种。我看你还笑容这样笑得像哦。没有哭。这个收成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表情啊。对，最辛苦在哪里？最辛苦啊，这个要采收的时候最辛苦。一颗长出来的海梨干，海梨干嘛，东多啊，东多。这个有
100-200斤的啊，100-200斤啊。然后你再看这边多少颗哎，我这个采收，因为它有那个季节的问题，对，所以你要一熟了赶快采，对，然后赶快卖到市场去。对，我们采收期蛮长的啊，到我们11月份后到12月份开始采到2月份。都有陆续的，一直在采。对，所以现在是陈大哥最辛苦的时候。最辛苦。我觉得这场景很梦幻的感觉。如果在晚上的话，后面很就是一颗这样，我觉得很酷哎。好吧，这个我们在看的是很辛苦啊。你们来，小孩子在想的是说哇，很梦幻。这个熟了没有？这个还不是很熟，要这个后面的这个要有着色。哎呀，你看这个颜色两边这样比较起来就不一样了，很明显。这个就是只要看它变黄了，你已经摘下来了。既然摘了，可不可以剥开吃？可以啊，有听到？哎呀，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不会酸。哎，不酸啊，不酸，很甜，我觉得好吃哎，我剪完了。剪完了。对，采完了。他想要说5颗，你弄6颗。剪了6颗，就是今年祝你66大顺，刚好是这个感觉，吉祥如意嘛。哎呦，刚好这样6个。不错。对啊，刚好是。有精心挑选的。对，就是要有着色。有着色。对。像这个都有着色了。对，这都有着色了。你的66大顺让爸爸人生也着色了。对。我该接什么好呢？我在讲认真的，结果你当我在搞笑。对孩子这个我们不敢抱太大的期望，但是你让我看到希望这样，恭喜你，恭喜我。我很高兴，我可以跟儿子经过这2天1夜的一个一起生活的经历，应该这样讲。那我觉得这个拉近了我们2个内心很多的一个连接度。那我觉得这一生当中，其实我对于孩子没有什么奢求或回报之类的，但是我只希望可以留下很多共同面对跟经历的一些经验值。那也许像这2天1夜对我来讲，我不知道儿子的感受，但对我来讲，我可能是一辈子到最后那一刻，我都可以回想，然后会笑。我觉得跟爸爸一起出来玩，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以从爸爸身上学到很多，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以后在工作方面的事情，都可以知道要怎么解决，然后可以去了解更多，学习更多。这是我觉得跟爸爸一起出来的好处，可以边学边玩这样子。